彰化一个46岁妇人人哦，伊对41岁开始接受不孕的治疗，后来总算有生，也毋过伫破腹生产的过程，所发现讲妈妈有真严重的心肌炎，随着装 ECMO， 佮接受心脏的移植手术。医师是表示讲，这款周产期心肌炎致病原因佮无了解，年纪上大才有生，还是讲有多胞胎哦，拢是风险。 这位妈妈抱出是3个月查某囝，看起来是真欢喜，因为是经过辛苦的治疗过程，甚至险啊失去性命，才总算完成伊做妈妈的心愿。我一进来剖腹产，我就不省人事了，年纪大了，然后生小孩真的都不容易。 这个妇人人今年46岁，为着要生囝，由于41岁就开始接受不孕症的相关治疗。真无简单，今年才有生，却因为是高龄产妇，7月破腹生囝，伫咧麻醉的时发现有心肌炎，生了后紧急动手术换心脏，才顺利个人救回来。我想这个在全世界都算是相当罕见的，特别是能够母女均安，而且都没有任何并发症。 医生表示，产妇心肌炎大部分拢是发生伫要生到产后5个月内，临床上会出现心脏收缩功能不良，造成血压较悬、下骨等症状。严重的是会出现心脏黑白跳、血压降低，甚至心跳全安尼停起。若无及时治疗，72点钟内就有可能死亡，致死率有到50%。加在患者有需进行换心脏的手术。 那周产期心肌病变，大部分的病人经过照护之后，心脏功能会慢慢恢复。不过也是有一小部分的病人，他是没有办法恢复的，他可能需要严重到需要走向心脏移植。医生表示，目前发生产妇心肌炎的原因，也搁要进一步确定。不过高龄、多胞胎、体重相同，拢有可能是风险。产妇除了爱定期检查，若有无爽快症状，嘛爱量早治疗。记者彰化报道。